清明过了，这黄霜雨就得要来啊！气象署照英国的模式来预测，讲今年这黄霜雨呢是会伫5月中旬以后，各地气温是正常偏温暖，也毋过这雨量可能是会较少啊。啊，那中部以北呢是较早落雨，差不多5月初就会开始。已经来到4月底，就要进入梦境雨季。气象署预测，这对梦境雨方面发展的热浪季风的指标有帮助，有机会伫5月底出现。根据英国类似的海洋甲大气状态分析的结果显示，预测今年的梦境雨季，各地平均的气温是正常偏较温暖，总雨量是正常偏较少的机会较大。主要的雨区拢伫中南部的山区，这对刚经过秋冬大水期的中南部来讲，是真重要的水资源。不过，嘛要注意，梦境雨季伫要结束的时阵，嘛有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高温。中部以北通常它的雨期有机会开始比较早一点。大约是在5月上旬就有机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况。那南部的话，则普遍是在中下旬以后，甚至于有时候会更晚一些。那如果我们统计在历史上容易造成非常显著降雨的时期，则主要是落在5月的后半个月到6月的前半个月这段时间为主。那这礼拜天气的方面，这2天温度回升，天气较烧热。不过拜四方面挖近北部的海面，水气变较高，落雨的机会明显增加。中部以北、过道有的所在，较会落西北雨，尤其是5月初4、初5，方面通过台湾，加上菲律宾东南边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，路线也会观察。如果说有热带系统的北上，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西南风的往北的这个走势呢，会比较影响到比较偏往就是热带系统去靠近，所以说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锋面的结构，进而影响到为我们附近带来的降雨的状况。气象署副署长洪景山指出，去年全世界经过有史以来上热的天气，不过回头看台湾去年的寒冷，算是11年来上介寒的冬天。充分反映出气候变迁之下，世界各地拢伫经过过去真恶理解的天气变化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